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觀眾朋友，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黃平辰。頂禮拜台北市試辦講要開始父母早1點鐘下班育兒無減薪，對企業來補貼8成，敢算做有誠意？只是經費550萬元，是看準無人敢講的心情，無人敢請的心情，也是應該考慮更較濟的代志。今仔日是為專家學者甲當事者鬥陣來討論。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是袂曉教囡仔行動聯盟的理事長陳儀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第二位是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名譽理事長黃忠德。主持人、各位來賓、全國觀眾，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是新聞工作者黃世哲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來賓，加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平灣如文教基金會研發組長李庭心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首先，咱就來關心到底這是什麼一回事？台北市要推動飼囡仔減少工時計劃，3月份要開始推動。那麼昨仔是頭一個上班日開放申請，已經有公司申請了，閣有幾多間中型企業正在了解申請的方式。不過民間團體認為，政策預算的規模真小，對每一間公司的補助人數甲時數攏有上限，對大型企業可能是較袂行。台北市推動友善育兒政策，育兒減少工時計劃3月開始，3月7日是第一天上班日開放申請，已向公司申請。另外，還有真濟間中型企業也深入了解申請的方式。開放申請的第一天就有企業送件，目前也陸續有企業打電話來了解細節，代表確實有企業願意在市府試辦計劃的鼓勵下，嘗試育兒減少工時的措施。我們也會持續積極協助說明，幫助企業順利完成申請。民團是認為，政策限制申請資格嚴格，計劃愛是登記在台北市的事業單位，而且勞工設籍在台北市，已經排除真濟雙北通勤或者是外地工作勞工，而且因為預算規模細，算下來因公司每一間企業補助人數甲時數攏有上限，對大型企業較無吸引力。那以我們看這個計劃的評估，因為它其實規模非常小，那就會變成是說，本來就對職場的育兒友善，就是比友善度比較高的公司，可能就會有更高的動機去申請這樣的計劃，因為它畢竟並不是一個普及的計劃。民團閣表示，處理文書事務性工作，或者是有排班調度經驗的行業，比如金融業，職位調整空間較大。不過，親像每一個職位攏有固定人力需求的製造業來講，較歹減少工時，建議應照產業別來分類，結合共產業內底表現較好的企業分享做法，或者是參考國外共性質產業的治理經驗。提供政策效能。記者綜合報道。是，咱看到這個新聞內面講到，真濟人有懷疑講，這個預算的規模真小，是安怎會做這小？那麼事實上，預算550萬，55間企業通好申請。那麼全面實施並無普及，這是試辦的性質，還是講佫等，唔知影偌濟人會申請？我要先請教吼，即個了解咱的理事長。你看到這個案的時陣，你的感想還是講你的判斷是啥物？我第一時間看到無人講550萬，我想講哦，足厲害呢，這袂歹。我差不多10年前佇台北市政府工作7、8年，我知影講台北市政府伊若是真正是足有錢，伊愛做啥物代誌攏會使吼。然後我看到新聞就講哦，就袂歹。我們其實以前在市政府我們就推動過類似的政策。哦，已經有類似的物件。有類似的，但那時候沒有辦法給企業做，我們就讓台北市政府的員工可以提早7點到9點半。那個108年，2019年就做了，可以彈性，然後4點就下班。迄陣是有真濟人敢申請。台北市政府可以啊，員工敢啊。會敢吼。嘿，
台北市政府本身啊，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就想說，哦，終於推動到民間了，非常好。然後我們就結果到下午才有人開始說，哦，干那狗雜版。我就想說，蔣萬安非常的厲害，550萬就讓一整天的新聞都是他。但是細緻的去看，當然就會發現這中間非常多實質上的問題。所以李市長，你是認為講會使做，但是規模愛大。對。有當然，這是一個好的方向，就是對以前我們就一直在推動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。那勞動部今天中央的性別工作平等法也有相關的法規，只是沒有補助。那中央政府要做政策，它要寬套全個各個縣市的財政，那台北市政府它就沒有這個壓力，所以他願意做當然很好。結果只編550萬，真的到下午之後就想說笑死人。台北市政府另外一個吼，因為我真侪咧做 HR 的。做迄人力資源的這個專業的人，看到吼，規個人一個頭兩個大啦，爆炸去。伊講這哪會通啦？因為咱袂當應該是安尼。我的立場是先去了解講，因是安怎講這袂通？因為因知影企業主，知影台灣上無我這朋友的企業主真討厭這種代志。那無經濟，規個公司骹步無經濟，安尼就歹管理。啊，李市長你認為呢？他現在還有一個只有8成薪。第一個，我的企業朋友、創業主就說啊，8成薪，我為了那個，嘿呀，馬西公司愛付啊，為了那10萬塊人資要做一大堆報表，說行政成本都不夠，所以這個整個設計配套方向是對的，設計配套是不夠完整的，可以看得出來是倉促上路啦。這為了開年，講看有一個好頭彩啊！對。這我不是我甲伊講的，還是李市長講的哦。市長你唔通找我哦，我要先請教咱的李市長吼，咱的黃李市長對財政的這個觀點來看，敢有通好講全面實施在台北市？我簡單來看這個案吼，等於講要用真少的錢去處理足重要的代志啦。偌少的錢呢？550萬一年，平均起來一工差不多2萬塊啦。你若一個人當麥當勞攏100外塊的話，要200塊的吼，規個台北他補助的人100個啦。一工台北市政府敲鑼打鼓，講個人量，講要做這件代志，要應付的人是100個人。你安尼感覺講這個政策對財政哪有啥？對台北市的規模來講，親像陳李市長拄則講的。這個對台北市這是足少的錢，對企花挖出來的肉爾。台北市哪有可能講都有100個家長需要先離開？但是我過來講一點是講，親像李市長講，咱台灣的這個政策的目的到底是啥？伊本來囥的是囥的性平法，就是性別平等法。本來囥的性平法啦。是2歲以下的囡仔1點鐘他離開，但是無金額的補助，等於講你，互你提早等於厝的顧囡仔啦、接囡仔2歲以下，互你平等講，袂因為安尼你爭取頭路較困難。所以本來是看一個要性別平等，伊那個母啊講，敢若我要互囡仔大家他拼命生啦，吼唔驚生，用550萬，這個預算第一個就講，預算你編，咱來看政策的目的到底是啥？伊的目的到底是為着？你安尼講，我才了解。一支錢下落去，也要釣好，也要釣飽，也要釣槍安尼。都一個小件安尼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講，你今日你看政策的目的，因為包括着飼囡仔這個代志，有國家的嘛，咱驚少子化，然後社會，然後家庭的，所以伊這點到底是要處理叨一個？本來是要處理男女平等的代志，拿引進過來講，我拿來減少少子化。個第二個問題就是，拄則有講到講，因為你當補一部分，變做企業家己愛個摕錢來補這塊。個2成呢？甲100個了後講，我有這塊吧，到尾有偌濟公司的經業者會拄到講，人別間公司去申請啊，你若無去申請？台北100人以外，我看有幾萬人、幾十萬人，伊就他去都搖把叉。我講沒事找事啊，吼，都是真大代表。個第三個就講。政策的評估，我今日要達到什麼目的？知影了後，我知迄個量偌濟，我通去編預算，預算甲經過議會來通過，甲來做。咱因為過去這2、3年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頂懸都
中央政府的預算都放在遐，攏無要認真去看，所以若無去看講這個政策是啥，大家都想要看哦，啊都敲鑼打鼓來講我去處理少子化，所以這是一個真好的案例啦，來互咱來檢討講，來看到一個地方政府，乃是中央政府畫一個真大的政策的時陣，咱看講到底伊準備有好未？這就是一個失敗案例。哦，這是對這個政策公共行政來看，講這個政策要安怎來設想，真好的粗糙案例的示範。哦，這翻機票就對啦。對。但是小等吼，再來講講啊，小資化到底是要用什麼藥啊來治？哦，啊，台灣真正有欠人無？真正有需要無？雖然這來請教，所以要來請這個做老爸老母吼，是的。你有歡迎這種物件？哦，當然，咱都看到這個政策，咱會當講，這當然是真讚啊，因為福利可以互咱人民的福利，咱有啥物，咱有可能甲講白嘛，對吧？啊，但是咱佇咧歡喜了，咱拄仔咱攏討論過啊，550萬，啊，你就開始大家算講，啊，像我都去申請着，啊，我本身我講啊，咱做爸母，我有2個囡仔，啊，我細漢的囡仔，佮即馬佮讀國校，其實佇這個標準內底，12歲以下的標準內底。對啊，但是我就想講，550萬，咱拄仔攏討論着，迄人會用真正申請的，我講，一個月較100個人啊，就是講人較少的，這是一個部分。第二，我想講，我住佇新北市，啊，但是這個政策就講，啊，你愛你是台北市的人，哦，較會用去申請。所以你看，啊，但是咱就講，啊，現實是啥？遮濟佇台北市上班的人，伊敢攏住佇台北市，伊的戶籍敢攏是佇台北市，可能大部分攏毋是。啊，比如講，以恁後生來，恁查某囝是小學，嘿，對。啊，伊應該下課是低年級還是中年級？中年級吧，嘿。啊，伊毋著下課了，落來去安親班。無，我著阮厝內，阮太太佇厝裡嘛，阮來去載。啊，所以講，啊，佮我本身的工作的時間，迄種較單純，較好去喬。嘿，所以其實講起來，當然對我來講，哦，我會感覺，嘿，對，我本身會用去調整，但是我就講，我特別去接囡仔，我看到邊啊，爸母、阿公、阿嬤遮濟攏佇遐咧等囡仔咧放學嘛。其實佫較濟是啥？是安親班的老師攏佇遐咧等。所以講起來我講，到底真正對爸母來講，這個政策有需要，當然是好啊。啊，但是咱拄則有討論到錢的部分。啊，拄我講到講，我是我講，真我真正有需要，其實我袂用申請嘛，因為我毋是台北市的人。對啊，佫有一個部分是講，就算真正我符合這個標準。我要申請，咱嘛講，為什麼較早攏會講到？新品牌嘛有講，我就要彈性工時啥的啊？我迄種政府其實政策攏有甲你支持啊，鼓勵講哦，你用迄種甲公司講好了，你就用去提早下班來啥？啊，有啥大攏無法度？錢可能是一個問題啦。咱今日講啊，我今日申請市政府的補助給公司，啊，公司就莫甲我扣薪水，啊，我閣有8成，這個8成是投保薪資爾。哦，毋是原本的薪水，這是投保薪資啊！對，這是一個部分嘛。啊，當然都一個落差嘛，因為伊絕對有一個標準佇遐，所以攏是用投保薪資嘛，這是一個部分嘛。啊，第二就是講，啊，真正就是講，大家無法度去接囡仔，敢是因為錢的問題嘛？是我講這愛轉來去問大家爸母，可能想講，可能毋是安尼啊。從上簡單就是，我今日要加請一點鐘的假，甲公司講我遮濟朋友因攏咧上班嘛。伊講伊毋敢，伊毋是因為錢，所以伊是毋敢請。啊，毋敢請有啥？對於頭家伊敢講，看人頭面。嘿，啊，講對同事我請，啊，我的工課咧，我這個工課是毋怎啊變？尾就是我請這個1點鐘，轉來我繼續做。啊，等到變無佇個工作時間內底工課，有可能是安尼。啊，無就是變我的工課變同事咧做。所以大家要請假講，我要來去接囡仔哦。大家心內想的，毋是講，我遮歡喜要來接囡仔，是講啊，遮歹勢，講啊，無你幫我做這幫我。啊，變到講，這個部分我感覺講，這是遮現實的。吼，佇現場咱真正愛處理的，可能是講，為蝦米佇個公司大會毋敢講，我要爭取彈性工時，還講啥物？我今日要接囡仔，我講一個種一個小故事，講我有朋友伊安尼丹麥。等啊，伊就甲我講，伊佇遐咧上班的時陣啊，我講到3點伊咧上班，伊個同事講，你哪會擱佇遮？那緊下班，你毋是要去接囡仔，你要去照顧因啊，你要去照，就是講你即陣你無應該佇公司啊，你應該去，你應該掛去，你應該轉去厝裡，甲你厝內人迄種相處啊，照顧因啊，陪因啊，
就講這是一個例爾嘛，吼，咱可能較等下嘛討論到。啊，但是講我講第二講，這個觀念的差別佇遮，咱就講，其他你講這個政策出來，甲咱講哦，我甲你補助跩，講到哪像講咱咧上班，就是加差迄個錢爾。其實重點毋是，我感覺有一寡，啊，佫真濟價值，有一寡去用看無的感覺，講敢講是為有這個錢，我就去申請，毋是，其實重點毋是佇遮啦。我感覺講重點是講咱要安怎好，大家感覺講，對啊，這個友善職場，育兒友善職場到底是要安怎講，互大家父母感覺，對，我應該攏會用來照顧因。伊頭仔細節已經講到真濟面向吼，就是講頭家職場的文化、整個社會觀感，甲工作的態度。再來，才是飼囡仔安怎？其實這個代誌真複雜啊，吼。再來，我來請教佇線頂的咱的這個組長吼，天鑫組長，組長，恁不管是平婉如也好，還是你個人也好，恁安怎來看待這個政策？好。其實啦，我拄則聽到就是各位來賓的分享啊。其實我嘛講，我愛講就是，阮的感覺嘛是共款，就像拄則迄陳理事長講的，阮透早聽到這個新聞的時陣，規個辦公室拍土啊歡迎，因為其實講啊，這個方向我感覺也是對的，因為其實有飼過囡仔，也是講即擺咧飼囡仔的父母攏知影，其實飼囡仔毋單是錢爾，其實時間嘛是一個足重要的資源。啊，所以講，互遮的父母會當逐工提早1點鐘去接囡仔，因就毋免飆車，毋免闖紅燈，就毋免驚收到罰單安尼。我感覺這個方向，這個政策的方向是真讚的。啊，毋過呢，這個政策到下晡伊的細節出來的時陣，我就發現，拄則大家攏講到兩個上大的問題，一個是錢的問題、約束的問題，第二個就是資格的問題。這真正是阮感覺這個政策方向真好，啊，毋過看會出來，真正是倉促上路。像以我家己的公司來講，阮有差不多算過，會當請這個補助的人，差不多就是講厝內底有12歲以下的囡仔的人，差不多有100外，差不多咱算100個好啊。啊，毋過即擺台北市的一個會，伊講，大家人補助有一個上限上限，就是15000塊。啊，一個單位伊嘛有補助的上限，就是10萬塊。安尼算落來，阮100個員工內底，敢若幾個會當請，敢若7個會當請爾。啊，對阮的主管來講，伊就足頭足疼。我有100個人會當申請，啊，毋過敢若7個人會當申請，安尼我要安怎決定倒1個人會當申請？啊，我今仔嘛有去找一個台北市到今年的1月時陣，全台北市12歲以下的人口差不多有24萬人。啊，咱就愛想啊，台北市即屆變500萬，啊是要安怎互這24萬的厝內底有24萬的這12歲以下的囡仔，攏會當用到。所以其實我感覺這個方向真好，啊，毋過我感覺其實佇約束，啊，閣有省領的資格頂懸，其實啊，閣有做些進步的空間。我應該問組長吼，就是講整個方向是平婉如，不管是平婉如也好，你個人也好，是支持這個政策。是。啊，不過頭仔親像細弟兄伊咧講的，講。其實即馬真濟人攏殺個安親班啊，啊有誒家長是無需要的啊，啊真正若講叫你規工愛飼即個囡，愛陪即個囡仔誒時間啊，拜六拜日啊，哇真濟我知影哦，因為我家己也囡仔吼，你若規工要甲囡仔咧綁做伙吼，真濟家長啊讀啊一個頭兩個大，啊上好有當啊去學物件啦，啊小可輕鬆一下，啊通好叫 me time 啦，吼安尼啦，啊。若要趕去，當然我相信真濟人是下班要趕去載囡仔創啥，但有的人是已經攏發落好啊。啊，你認為這個政策的落差應不應該考慮這？你的感覺呢？其實啦，我感覺這個政策，我感覺所有的友善家庭政策攏是一個選擇啦。就是講，親像咱即擺咧推公共的托育服務，啊，毋過有的人嘛是感覺，我可能我家己照顧上好，啊，毋過我感覺政策的目的是，互有需要的人看到，其實家長的需要是800塊，啊，互有需要的人，伊有一個機會會當選擇，有感覺上適合家己的
服務去使用，我感覺這是社會福利政策一個上大的目標。啊，拄才講到，我就想到一個代志，其實這個政策，我感覺佇網絡看，我感覺上濟人反彈的，其實一個聲音來自於遐個無生囡仔的單身者，因為感覺講，啊遐政策攏照顧遮個有囡仔的父母，啊我這個單身狗無囡仔的迄個單身者。是要安怎？政策攏無甲我照顧着，我感覺這就是剛才迄個一個來賓講到的，從丹麥回來，伊的職場看到是囡仔是規個國家社會大家的代志，所以你的同事袂感覺講，你今仔提早下班，轉去飼囡仔，會甲我造成困擾。啊，毋過我必須愛講，其實咱像東亞的國家，像日本啊、韓國啊、台灣啊，其實咱的職場文化佫進步的空間，啊，毋過這個進步的空間，我感覺袂當單純等待人民，也是迄個頭家家己轉變，你必須愛有制度的支持。我是愛安怎講的？其實OECD 有做過一個研究，其實韓國啊，因的這種彈性的規定的迄個計劃，真久才得出來啊，啊，毋過請領的申請的人足少。啊，因就去做研究，是安怎申請的人少？就是因為伊驚互伊同事罵，所以後來像日本、韓國，伊就提出一個新的計劃，就是講，你若做伊的迄個，若你的同事有請這種彈性的育嬰假，還是講提早離開辦公室，啊，伊就愛有迄個職務的代理人嘛。這個職務的代理的這個人，伊就會當領到一個補助。啊，這聽起來就合理嘛，因為你可能幫你的同事做較濟工課，啊，你加做工課，政府還是你的迄個頭家就會補助互你。啊，用這種方式去想辦法，去互迄種職場歧視，也是講同事之間的迄種摩擦會當降低。我感覺這嘛是一個未來咱政府會當考慮的方向。是啊，我要先就新的問題要來請教陳理事長吼，啊來請組長你來聽，所以咱才請你來回答吼。我要先請教陳理事長吼，咱台灣的企業吼，大部分攏3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吼，啊中小企業如果若即個30人內面有3個有幼嬰啊，啊這3個啊稱起來，這人力其實會負擔真濟哦，啊這要安怎鋪排啊？如果若要贊成這種制度，要安怎來鋪排這代志？這吼，我甲講，我拄仔就想要講這個，台灣的剛剛說的性別工作平等法裡面，減少工時，它限制要30人以上的企業才能做。所以台灣在這些法律政策真的都把那些中小企業排除了。那有一個關鍵的重點是，這些公司台灣應該要有一個想法是，為什麼大家都希望員工是全職工作？那是因為台灣的請一個人的勞動成本很高。如果我一開始老闆就請你講，你來工作就是6點鐘、4點鐘，安尼講袂使，會使啊。但是因為台灣基本上就講，你請一個人，你就要這樣。如果一個人是一個月領4萬5，那他基本上還要負擔他的勞健保、勞退這些，一個人就要加20%，大概要加8000到1萬塊。所以老闆才不願意彈性工時。所以今天台灣整個勞動企業怎麼去處理這種人啊，或是其他要能夠打破那個一定要全職工作是常態的這一件事情，是一個全新的方向。這個我覺得現在台灣比較少考慮到這件事情，所以才會造成家長現在說哦啊，我就愛8點鐘啊，8點鐘我要減少1小時，我變成特例。理事長，你講的是這擺現主時的現象嘛？吼。但是要安怎拍破？是愛甲講哦，頭家啊，你著做好心哦，啊，你做功德哦，啊，你以後你才會賺大錢哦，安尼甲講嗎？還是講我政策上愛互伊？你才通好賺，你安尼才通好賺大錢？啊，是愛什麼政策？是純粹用咱落地的錢稅金來補助嗎？
我們之前說，大家去補這個要什麼少1小時，又要8成，又要什麼，然後老闆會覺得很煩，人資會覺得很煩。其實更簡單的是，如果這個公司因為育兒請了一個彈性6小時的人，4小時，他一開始就約定好，我就是上4小時班，我3年內都上4小時這種，然後國家去補助這個公司他這一個人的剛剛說的那些勞動的成本，比如他的勞健保或其他，就會更簡單很多。這是另外一個制度全新的方向。按呢算起來，加規年趟天，咱醫生愛偌濟錢？哦，這看起來應該是愛蠻不少，不少咯，不少。啊，這敢有可能？我剛剛如果像其他國家說短工時工作或 part time 或其他，其實別的國家都有在計算，不代表說你今天要做這件事情。像今天勞動部也宣布了新的政策，投入很多，這些都是可以想的方向，可以怎麼做，大家都可以來討論。對，所以剛剛說為什麼那個現在台灣1小時、2小時要有別人來替代，我也很難去請一個人來做我1小時的工作，所以真的要突破這個工時的限制這件事情，這個才有可能解決剛剛你講的迄個問題。伊這裡面攏講了真濟前提啦，吼，愛先做較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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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有通做濟，吼啊，這攏是就起社會演進。你若咧講到北歐吼，北歐人稅金繳真重啊。對，吼，咱當時間才會去到遐去準去，但是咱看到日本，吼，3歲以下的子女，會當申請着每日工作6點鐘，倒時勤務制度會當免加班，倒時勤務有一大津貼的補貼企業，這我甲查落來吼，其實真正去申請的人吼，也毋是介濟啦，吼，啊，這嘛是顯然講東亞的社會內面。啊，佫無足傳承這種文化佇的，這毋是講毋對哦，吼，只是講應該安尼設想嘛。我要來請教吼，咱黃理事長吼，因為這政策看來，迄咱咧英語咧講 stakeholder 哦，這利害關係人啊，佫足濟，頭家人啦、資本家啦，吼啊，有出勞力的啦，啊有這個辛勞的啦，啊有中產階級啦，真濟人目的攏無共款。啊，要安怎？尤其吼，咱即馬的工作，每一個人咧，不管你是這個白領的工作啊，還是講你勞工的工作，每一個人工作的變化吼，其實馬上即馬 AI 的社會已經攏無共款。咱應該愛安尼想嗎？還是講無啊？你就規期踮咧處理工課啊？你就莫上班啊？吼，安怎都安怎？要安怎來鋪排這個模樣呢？我的看法是安尼啦。這個政策是唔對的，方向對，改善育兒環境，互你飼囡仔感覺較便利，這是對的。但是你這個便利袂使是企業，但是講其他同事要去承擔這個責任。所以咱大方向對，但為啥這個政策唔對？伊第一個講，咱都要除了550萬唔對了後，講當媒體你講啊，你啊錢變遐少，伊甲你講我用2倍金來補。咱預算內底2倍金有伊個用途是要為着天災地變的，風災啦，什麼有地動有誒無誒？你今仔日甲這物啊，為着你一個錯誤的政策的規劃，安尼就是減少着你這城市的預算的韌性啦。你真正對着代志無法度用。顛倒頭講，因為這個問題足重要的，你要改善育兒環境，你著愛想講，這個人啦，假使講伊他去互補助着厝大的人。伊凡歲甲12歲，囡仔12歲了，伊無法度入來職場。你可能是愛互伊教育訓練，你愛互伊教育訓練，你愛互伊新的方式啊，遠距工作啦。你看有其他日本用着遠距啊，什麼貨？所以這個題目是大家，所以我一開始就講，你錢他解決的代志攏毋是上大的問題，因為錢你他開落，但是你的方向毋對，你全部後壁就攏一定毋對落啊。所以今仔日我拄則安尼聽落來，你若假使講要真正互大家對政府的信心有，你著愛規套來做啦。所以咱看到講中央政府、勞動部因著已經規套啊，甲地方政府要掛掉啊，尾摕一個550萬，要講伊對育兒環境做較好，這態度啦，若是愛檢討。啊，若是就財政的觀點來看，你敢有認為講？政府會當用減稅的方式做某種的鼓勵，吼，你譬如講，你規間公司你攏
像韓國安尼，你伊是部分啦吼，育兒你14這育兒10點上班，我規期互你規間公司，你若有通啊裁掉10點才來上班，我互你減稅。我會考你的想法，因為包括着咱要安怎好台灣，其實有一寡企業主真有良心嘛，伊規劃環境足好了後，你政府他甲伊表揚了後，伊唔單單當扣稅了後，伊他扣人才啊。伫這個時代是扣人才的時代，人才競爭，我若他做較好的環境，我他共吸引過來，唔是講你用補貼的方式來做，你也假使講我有一個比賽，然後大家來投票啊，全部員工願意來，感覺講伊的制度，伊的啥物貨是企業佇增加伊的競爭力的過程中，創造較大的利潤來補啦。一間有規模的企業，一年來增加賺幾十萬是有的。內面你看，你政府一個企業上給他10萬塊啦，啊，佫愛捌一個使命。哦，因為我咧看吼，我逐項都愛用補貼的吼，啊，愈來愈社會福利吼。我企業有法度吸引到講真正有能力的，我他囡仔顧好，我提早離開，但是我甲代志做好，我用遠距的方式來處理，然後我甲企業做較懸者，啊，政府不管你用租稅啦，用獎勵，甲咱國中迄當陣的清潔比賽、秩序比賽安尼，別人甲他學嘛。啊，你用這強迫性的，啊，有的人伊用安親班去帶，有的阿公阿嬤去帶，用袂着啥家母的，啊，不甲安尼規連片，所以我講這個政策是毋對的。因為帶來我要請教細點吼，咱看到就是水電啊、德國啊，因除了吼就是長效型的這個育兒假。啊，會當遞延，吼啊，比如講老母呢14週的這產假，吼啊產前6禮拜，產後8禮拜，其實這算做講有真甲你鼓勵啊。咱台灣目前的這個育兒的政策，你敢用有夠對，還是上有感覺的是啥物？咱即馬特別攏定聽伊講，生一個囝，生一個囡仔，啊，政府甲你補偌濟，你領偌濟，大家攏咧講錢迄個部分無？啊，其實咱真正，我感覺咱拄仔討論落來一個觀念，我會用甲大家討論者，就是咱即馬攏咧講錢，講預算安怎啊，我會用領偌濟補助啥？但我感覺真正對父母來講，較重要的資源其實是時間啦。像咱拄仔咱看這外國遮濟錢一部分，但是遮濟咱注意看，攏是咧講時間這個部分。就咱講，咱拄仔講，咱提早1點鐘離開啊，咱轉去接囡仔這部分，不管你有用到無用到，但是差迄個1點鐘彈性佇遐，你逐項物件毋免管。好，我今仔日就算講，像我大漢後生，伊定國中啊，伊無即個政策無都用到，但是我講，共款伊嘛有需要啊。咱講父母毋管怎，你有即個機會，加1點鐘等於你，就算囡仔後壁你需要去安親班去補習班，你加甲伊陪伊做伙一個食飯。你種迄個感覺就無共啊！你甲迄種啊無，我講即擺囡仔伊咧上班的時間比咱大人閣較久啊。伊按透早去學校，上班的時間一直到9點10點話，我看你陽去佇咧都市內底，迄9點10點佫有學生咧穿迄排迄書包較要轉去爾。因為較到安親班還是補習班結束爾。啊，我講這部分來講，像拄則咱嘛有講着，即個時間吼，毋是講對台灣即擺你講到底育兒政策，伊真正有效無？咱摕得到無？當然，咱父母攏會去看，我倒一個縣市啊，地方政府有啥物補助，我攏會去申請。吼啊，這是一部分，迄絕對是無夠。你講甲特別即擺大家攏講啊，我補你偌濟，補你偌濟，迄攏無啥物意義。但重點是咱到底即個社會誒即擺誒需求真正需要的是啥？像拄則講着，我為啥物要甲公司請假，我會歹勢。除非當然一部分是工課愛互人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像拄則咱有講着啊。啊，無囡仔的同事因嘛會開玩笑，他講，阮即馬啊，我們沒有小孩，那安尼阮是2等公民嗎？其實我講，但是對即馬台灣的社會，咱毋拿少子化爾，咱嘛有高齡化的問題對吧？所以講，對拄則講到即個時間的彈性，咱講到哦，我加1點鐘互父母，其實倒變過來，我就算無囡仔，其實可能我嘛要照顧是大人，我嘛有可能有需要啥物。但是啥要安怎？咱就有講家庭照顧假這個概念，所以。從拄則咱陳理事長嘛有講嘛，咱就講，咱愛一個較整體，佮按即個其實為啥物感覺今仔日即個政策，咱看咱咧放煙火咧，第一就是錢僅僅一寡爾嘛，啊，遮濟人、遮少人用着，但是倒來互咱佮去想即項代志講，啊，到底真正對咱即馬上班族就好啊，講你真正去上班的父母，
需要的是啥？可能就是伊個時間的彈性底下。啊，時間的彈性來，咱閣去用白調的，講我朝九晚五，我去轉卡創啥？啊，但是我講今仔迄是今仔日想即個政策，可能攏是真正是坐佇辦公室啊，個時間則固定的。我今仔講是佇工廠，我講是輪班的咧，我講是非典型工作的時間，其實攏甲這攏無關，攏亂去。所以咱一直要去遮有的去看這講，哦，滿足大家父母的需求，其實是無啥可能。但咱甲即個代志有較懸的講，安尼基本上咱要互迄種勞工做工課人講，我用來去較安心的，我來照顧因仔，照顧是大人。其實可能講，要安怎互你佇個即個做工課時陣，你的時間是較彈性的。我這幼等可能有一個較重要的部分。是啊，我看到即個人即個水電吼寫吼，父母各有90工哦，老爸老母加起來180工，不可轉讓的即個配額，會當強化老爸參與有兒哦。伊嘛是對性別的即個觀念來出發哦。啊嘛有誒是對稅金啦、對安全、對平等哦。但是他多咱即個停薪即個組長吼，有講着講，即辦公室內面哪有迄個獨身呢？啊，伊嘛感覺不平啊。啊，你會贊同咱謝哲兄所講的講，啊，不如來擴張變做是家庭照顧，還是家庭參與這種物件，啊，慢慢啊過渡向，譬如講一天的工時，剩6點鐘，剩7點鐘，安尼來過渡。其實我感覺講，拄則大家應該是講咱有一個共識就對啊，就是講台灣工作時間真正是傷久傷長啊。像瑞典，其實因的工作時間無像咱東亞國家遮爾長，所以因會當有足濟家己安排的時間，不管是佇飼囡仔，還是轉去照顧厝內底的士大人。也是講，摕你的時間出去交男女朋友，這其實攏是即擺我感覺新時代的人，因愈來愈想要愛有一個工作跟家庭平衡的一個理想生活的想象。所以，我感覺講，其實咱台灣的台灣的育嬰假，其實無比瑞典閣較歹，因為咱台灣的父母。瑞典是爸爸是90工袂當轉讓嘛，咱台灣的爸爸是有6個月的時間，180工的時間袂當轉讓。啊，毋過是安怎咱的迄個彈性育嬰假的請領的即個人數，爸爸請領的人數無比瑞典閣較懸，這是政府愛去思考的。啊，阮家己做的研究發現，彈性時間彈性這件事情，其實會大大影響爸爸敢有想要申請，所以閣講轉來。其實咱今仔日講的迄個，咱講轉來迄個飼囡仔這件代誌好啊。其實這幾冬政府補助足濟經費，0到6歲國家用這件代誌，其實最讓大家有感的就是咱送托的這個費用錢啦，錢愈來愈補助愈來愈濟，這個政策成效是有人看到的。啊，不過我感覺政府後一步愛思考的就是。我一直講的，就是飼囡仔不只愛錢，嘛愛時間。所以，若真正今仔國家想要做甲國家做伙飼囡仔的話，我感覺支持遮的迄個飼囡仔的父母一定愛想辦法，互因閣有較濟時間，啊，閣有迄個時間的存留的這個彈性會當運用，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代誌。我閣補充一個，其實韓國人已經走到足頭前啊。韓國我昨看，其實因過今年開始，因有想辦法去。降低工作時間，因提出一個新的計劃是啥物咧？真的是空前絕後。咱即擺一個禮拜愛工作5天嘛，韓國因為今年開始，因要補助企業，想辦法互企業去施行，看敢會當互員工一禮拜工作4.5天就好啊。伊背後一個上大的期待就是，我無愛互我的人民閣開遐濟錢佇工作頂端，因會當。把其他的時間用去飼囡仔、去交五、去顧家裡，迄個厝內底有需要照顧的其他人，互伊去過想要愛的生活。我感覺這是台灣政府後一步應該愛思考、閣跟上的。像昨你講的，這個韓國吼，就是今年1月份開始全面性來實施，幼兒10點的上班制，吼啊，韓國
行到頭前，但是你感覺韓國的這個民情，甲咱，因為咱所在，因對着這個檢疫時勢競爭啊、壓力啊、升學的這個壓力啊，其實是比咱台灣有過之不足啊，因是佫比咱佫較強烈啊。啊，因的社會是安怎有通啊安尼，要安尼做啊，真正實行的這個結果又佫如何呢？其實我感覺因韓國政府之所以今麥提出這個計劃，我感覺上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因的其實跟台灣同款啦，就是少子女化愈來愈嚴重。其實你去看迄數字啊，逐檔公布的這個低生育率的數字，不是咱老大就因老大啦，對，不是咱老大，就是因老大。所以其實佇東亞的國家，咱兩個國家的生育率愈來愈濟啊。生育率囡仔愈來愈少，就代表咱了後咱未來的這個勞工的人數就會愈來愈少。啊，勞工人數愈來愈少，就代表這個國家的永續其實是會落入一個真大的生存危機。所以我感覺是這個生存危機，迫使咱的韓國的政府開始去了解到，我假使今仔日，我希望我韓國的少年人會當生閣較濟韓國的囡仔出來的話。我敢若互因補助是無夠的。即擺少年人要愛的是啥物？要愛的是我無愛做一個。咱東亞國家有一個文化叫做理想工作者文化。理想工作者咧講的是啥物？就是講我今仔公司去你這個員工，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的時間攏奉獻互我的企業，你才叫做理想工作者。啊，毋過即擺少年人因開始越來越不滿這一套，他們。因希望的是啥物？因希望的是我一部分的時間嚟工作，啊，毋過我嘛希望我一部分的時間會當互我家己春秋使用。我要有我自己家庭的時間，所以企業其實伊嘛愛開始去思考。我假使若今仔日我一直去追求這個理想工作者文化的話，就像拄則有來賓講，應該是一個競爭人才的時代。啊，企業的雇主、老頭家，若是一定這種想法，就是講我聘你，你逐工8點鐘、10點鐘、12點鐘，攏愛賣互我。安尼未來，這個企業較有競爭力，這是愛去思考的。所以我感覺韓國其實因有這個4.5天的工時，啊，開始去重視講我互我更較儕時間嚟當運用。其實背後是源於少子女化、國家永續的這一些擔憂。那我覺得台灣也一樣。是啊，這講到面向足濟啦吼，啊，就愛經濟支持，啊，就愛服務支持，法規就愛支持，啊，互你的後生會生愛生，吼，啊，個社會愛優先，這吼要做的代志足濟的吼，啊。敢有夠錢？啊，這聽起來是大政府咧。我先請教就做過這個政府部門的首長吼，議長，你講看賣，這個政府大家期待講哦，你來萬能的呢？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，1990年的時陣，台灣人口拄好超過2000萬。哈，那較大的趨勢來看的話，到30年了後，要不到2050年，台灣人口佫剩佫共款。球隊到2000萬啦，哈！但是這2000萬甲這2000萬中到2400萬嘛。但是這兩個2000萬呢，這當中有16%、18%的囡仔，16%。哎，這到尾都剩5-6%爾啦，哈！啊，你來想我講，咱大家攏在講啊，後擺驚少化啊，企業就無競爭力啥。但是有 AI， 有其他的自動化的部分，所以我的想法是，咱毋是要叫伊甲囡仔生出來。但是伊若決定要生，為着伊快樂的時陣，伊飼囡仔較方便。連講遮個有囡仔你遐行安尼就好啊。咱莫甲伊想講啊，咱生囡仔是因為咱要像拄則我聽到組長你講啊，為着韓國，為着國家要安那，莫想遐濟。那我之前咧想就講，咱台灣佇過去10年，甲公共負債比例為30%，慢慢降到20幾，連降到10，留的空間就是後擺囡仔。較少囡仔無要緊，但是因的預算較空間較大。啊，咱這變老人的人，家己顧好。我當感覺足儕人，我咧想講，啊，咱後擺無囡仔甲咱顧，當就無佇顧老爸啊，哪有可能後擺有囡仔甲咱顧？後擺機器人顧，因為後擺外勞啊無法度入來，因為因的成本變懸，也無需要。所以，咱咧思考這個問題，講預算來看的話，我要是感覺講，
整體性的育兒環境的改善，迄是足大筆的錢，但是一定愛做，而且是足大筆來做，絕對愛避免講，互人即個掛丟尾的政策。我這啦對囡仔好，對這啦囡仔好，我就對。為個縣市起迄個幼兒專用的公園，問題是連講囡仔無啊，伊愛用迄個多，但是有人去主張啦，講我這公園攏袂使有老人佔用啊，一定要互囡仔。連講囡仔就佇耍筆電，伊就無一定會去公園耍，到尾老人無筆電，也無公園。咱來想社會的變化甲科技的變化，但咱預算較少想這啦。咱講咱預算想的攏想低級啊。啊！來看韓國這吼，韓國上好作文啊，像拄則主持人講的，競爭甲安尼，伊來請了後幾個月可能伊就無通來上班啊，有可能啊。所以我感覺咱全部的選民愛去學會辨識，我要看講，什麼政策是真的有效，什麼政策是都是假放煙火，拄則你講放煙火就好個，煙火放落就無意啊。所以我的建議是安尼啦。這有影有效無效，其實使用者上有感覺。吼，這理事長，你認為講我頭共款的問題，這聽起來吼，愛津貼，愛保險給付，愛減稅，愛要買厝愛津貼，啊，互你支持，愛升遷安，吼，啊支持服務托育、喘息服務，吼，啊個產檢個不因補助，佮代理運貨吼，啊個公共設施、大眾運輸、體育是尊重文化，這當然你無所不及啦。這是大政府呢，這咱是大愈來愈敢若大政府啊，安尼敢可以？其實應該如果在企業上面回到企業，應該像剛剛說的，現在到處其實都是在搶人才，然後還有企業它到底利潤在哪邊？那其實已經就得研究證明講，你拿公司對待員工如何，啊員工願意對。啊，對你越有忠誠度，那個不是時間彈性的綁住，而是他願意忠誠。他回去下班照顧完小孩，照顧完老人，半夜有一大堆，我們都是爸爸媽媽，我們半夜都在工作，小孩睡了，我們繼續工作。這個其實真的也是有，所以時間的彈性，企業跟國家一起努力給了，那員工就會付出，那這個整個的企業的最後的利潤其實是會提高。那我也必須要說一個很現實的話，像剛剛那個組長說的，現在的年輕人他其實在乎的是自己的時間。管你有囡仔無，然後那就算是單身者，他也希望說，我有一段時間放假，其實已經非常多的公司提出更多優於法令，比台北市政府比中央這種更好的物件，比如說每年給一個10天的假。讓你可以帶小孩，不用跟別人人擠。免理由，給你10天，然後也給你有薪的家庭照顧假，然後有什麼，然後也不要說只有育兒，像剛剛4則講的一樣，現在不止育兒，你沒小孩的，你也有老人，馬上你不照顧你的小孩，你也要照顧你的老人，那個更需要很多的服務。所以不只是政府，它在有限的預算下面可以做，那企業應該一起看到這個人力成本，那家是。共同來往前，就算你是單身者，也不要覺得這是歧視。公司也可以想說，給親子活動。我有朋友跟我抱怨說，他們公司的所有活動都是親子的，他就離開那個公司了。後來去另外一家，你用機器啊？對，後來他就去另外一家公司，然後發現這個公司很好，他不只有親子活動，他給單身者會另外辦別的活動，然後結果就留下他是一個重要的人才。所以這都是公司要一起思考的事情，不是只說為了少子化，為了什麼？每個人的生活品質，都在提升。對，像阮製作團隊吼，阮的這客戶攏是少年囡仔，伊攏會照顧我甲阮製作人較老。若是要這下班的活動吼，無要唱卡拉 OK， 食飯就好啊。對，就安尼。啊，這企業文化才有當形成。安尼講對唔對？好，來說對。對，因為我感覺講，這個哪像拄則講咱。講台咧找頭路，咱較早人會講台灣誒上對外國咱誒競爭力哩，人講咱台灣誒歌上好，因為咱經做工課做遮久啊，來攏就是講賣干去。歌上好，歌上好，我倆這裡做歌上好。不是，台灣是，大家攏講台灣人歌上好，啊對啊，但是其實這可能咱即擺咧轉來講，咱其實一寡戲謔咧去，咱咧講生笑，但這是現實。
所以咱即擺講起來就講，到底一個對企業來講，可能咱一寡產業，吼，可能真正需要一長的時間，你攏愛隨時待命噻。啊，但是這攏是應該是用調整，還是講企業嘛本身嘛去想講吼，對我來講啊，這個部分愛算入去成本內底啊。咱講講一個加一個迄種伊的彈性工時，可能我一寡成本較懸，還是講咱愛加一寡啥物較濟迄種其他的人力來去補，迄種去補。講原本較早咱早就話8點鐘，但即擺要開始改變的時陣，其實對企業來講，伊嘛是愛去改變講，這應該是我愛去算落成本。但是你講成本，咱拄則攏有討論到啊。一個長期落來，其實伊倒變個是變做你這個企業的一個競爭力裡下，你的優勢裡。唔管講，你今日要找人，真誒阮遮濟阮講講，有誒新誒你咧甲要種面試新誒迄種員工誒時陣，伊講聽着講，哇，一直加班，伊絕對驚着。無像較早可能講，加班是毋是錢較濟，對無？即馬這就一定大家攏知影這是一個轉變。啊，即馬咱來順這個講，即馬到底社會需求是啥？啊，來去定心去思考講。到底對啊，咱即擺開公司，還是講咱一個好的工作的環境到底是安怎？在你所接觸的這個企業文化當中，這種轉變會佔50%偌濟？因為咱比如講，在我的這個經歷吼，差不多10檔、10幾檔，照他一個世代完全頭腦才無共款呢。啊，到當為止，即擺真濟人無願意生囡仔。吼，無願意生囡仔，其實吼，伊則無咧看講你甲我補助偌濟咧，我則無愛咧。我甲人看了講，我要互囡仔束縛，我就無愛。這種人即擺是足濟。吼，而且毋是講因為職場對我無優先，還是講你互我一體然後補助10萬噻，這我無愛。所以你安怎來看待講，這個新世代啊，甲政策當中，這安怎互相？來觀察講，即擺時代改變啊，愛安尼來做，還是講，我看到政策哦，應該愛督促，這個政策愛來做改變。對啊，所以我講拄則迄種，咱嘛有討論到，咱講曾看了這個政策，咱來先問講，伊個目的是啥？為什麼要做這個代志？為什麼要迄種講減1點鐘？吼啊，咱雖然講550萬遮少，但是伊到底目的是啥？因為講真正講，我想的是，我要互大家顧囡仔較方便。啊，講即個目的佇遮，咱大家想講，這政策安尼敢真正有效，就變做講，遮基本的，佮轉來即個部分來去判斷，講這到底這做了好無？啊，拄啊，咱我相信主持嘛一直咧問，其實攏有想着講，啊，講全部攏要做，錢要安怎？錢是毋是遮大啊？政府是要做遮濟代志的？啊，當然是安尼，就是咱講目的佇遮講，咱是要做一個友善的，一種一個整個台灣社會攏要做一個迄種對囡仔，吼，對講咱生活起來。攏遮幸福的一個所在，咱當然就愛去排一個優先順序，吼啊，各位愛看即擺現實是啥？我擱講一個例好啊，像咱嘛有討論，可能討論着講，前一陣仔一直咧講營養午餐，一個市長講啊，我營養午餐攏免錢，啊，投票就大家開始發免錢，啊，但是我即擺咱就想講，全面免錢，我即擺可能另開戰場，但是講到這我就講，這政策有一個優先性嘛，你講大人攏免錢，但是真正台灣需要的是這項嗎？還是講，咱即馬講，趕快為着互即項，即個我閣舉例吼，營養午餐免錢，咱落去的預算，我趕快摕來這邊，是毋是講，其實對方550萬，其實可能毋拿，你可能本來顧着100個人，你可能顧550億吧。係啊，對啊，所以講，我講，咱這個優先順序，佮真正的需求到底佇倒？可能哦，這佮變轉來算，佮變轉來想，咱大講。大家咧看這政府的一寡施政，可能都有一寡判斷。是，來上後尾這個差不多2分鐘的時間，我聽音吼，來組長，恁平安如基金會吼，其實這差不多有30年、20幾年、30年的歷史吼，這一路看到社會政策，不管是育兒也好，啊處理照顧吼，這政策變化，你認為未來要安怎來互相來做這制定一個較適當的這個政策呢？其實我家己講，我是一個，我甲我的同事啦，阮比較是樂觀主義者啦。其實，像我接觸這個政策到現在差不多嘛有10幾檔的時間啦。我看到其實是過去，咱真正做漢地會當想到講，爸爸會當有遮濟爸爸願意來照顧囡仔。像阮家己有做幼稚園，
毛做拖迄個家園，還有保姆。我就看到，其實愈來愈多爸爸會開始去參與到飼囡仔這個代誌。這其實是在20年進前，咱真正罕得去想到的。所以我感覺其實台灣的制度啊，還有人民的整個風氣，其實是有在進步的。啊，不過在過程當中，我感覺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咱國家還有制度，真正愛有支持。啊，支持我感覺不只是有錢爾，其實我感覺國外有足儕案例，咱會想透過巧妙的設計，你不一定要給錢，你也可以產生一個改變的那個支點。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要靠大家的創意啦。那我覺得我還是會回過頭來，還是會覺得說，我覺得未來讓大家有更多彈性的可以運用的時間，我覺得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最後給一個建議，就是我剛剛台北市政府那邊實驗啊，不要實驗很多，直接去實驗企業如果降低工時，它的產能會不會降低？如果今天企業發現我實施了降低工時之後，其實我的產值反而變高了，員工忠誠度變高了，我覺得其他的雇主看到了，他就會更有信心來做這件事情。我覺得就實驗這件事情，就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。